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，15节到16节。耶利米书26章第20节到24节。约翰福音第8章48节到5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求家己的荣耀。有一寡人真有这种群众的吸引力，有迄个领袖的特质，真喙真敖讲，真敖说服人，真会晓吸引人。也有真侪牧者嘛有安尼特质，有安尼的运势，所以有袂少人来跟对伊，来成做伊的fans 吼。伫这种红甲真红的这种的气氛的下面，真有可能就会袂记得我是啥物人，变成做唯我独尊，失去谦卑。咱昨伫途经的分享的中间，提到着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。甲这基督徒劝勉讲，到底保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阮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，要引带恁归信上帝。阮每一个人拢按照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。我栽种保罗灌压，但是互伊成长的却是上帝。栽种的甲灌压的拢算袂得是啥物？一切在伫互伊成长的上帝。栽种的甲灌压的无有啥物款的差别。上帝按照每一个人的工作来甲伊报酬。阮是上帝的同工，恁是上帝的园，恁嘛是上帝的建筑物。我用上帝互我的运势，亲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裁好的根基。别人伫伊的顶悬来起造，但是每一个人拢得爱谨慎家己，怎样伫根基顶悬来起造？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，无有人会通立其他的根基。伫这个根基顶悬，有人用金、用银，或者是宝石来起造，也有人用木料、草、稻草来起造。到伫审判的日子，每一个人的工程好歹拢会显露出来，因为大火将来要显露，并且来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，互迄个真的品质出现。如果伊所起造的工程挡会起火的考验，伊就得到赏。如果伊的工程受火来烧歹，伊就亏损。伊家己却会得救，亲像对火焰倒出来同款。恁一定会知，恁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神踮伫恁的内面。保罗的态度非常清楚。无论你的成就是怎样，拢是上帝的荣耀，毋是恁家己的荣耀。因为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上帝的呼召，叫咱去做的，是爱咱为着正人来做，为着上帝来做。另外，保罗伫互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批信，哥罗西教会的批信的中间，嘛安尼讲：做奴仆的，恁得爱事事来听趁世上的主人。
恁所做诶，但是要做互主人看，互因欢喜，嘛，都爱出伫真心诚意，因为恁敬畏主，无论做甚物，恁着爱拢全心一意，亲像为着主做工，毋是为着人做工。着爱知主会将伊家己的子民所保存的赏赐来互恁。恁侍奉的是主耶稣基督。迄个做歹的，无论是甚物人，拢应该受到报应，因为上帝用同款的标准对待每一个人。这是出自哥罗西书第3章22节到25节的经文。所以真清楚，就是咱无论做啥物，拢是为着上帝来做。或者是咱应该搁较广阔延伸来讲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咱拢爱看重，咱是为着上帝来做。耶利米书第26章20节到24节，先知耶利米的记载讲，当初时有一个基列耶林人，示玛雅的囝乌利亚。这个人甲耶利米同款，侍奉上帝的名，讲预言，攻击这个城甲这个国家。约雅敬连伊的兵甲官员听到乌利亚的话，就想要杀伊。乌利亚知这是阴谋，惊吓就逃驾去埃及。约雅敬王派阿吉波的囝以利拿单带一批人去到伫埃及来逮捕乌利亚，将伊介送到伫约雅敬的王面前，王就处死伊，将伊的尸体等伫平民的坟墓遐。但是我得到沙番的囝阿希甘的保护，无有人将我交互人民来处死。就算是乌利亚顺道避台，或者是耶利米先知伊被追杀，伊却得到这个阿西干来保护。无论倒一个情形来好，拢看重着为着上帝来做，是领受上帝呼召的服侍，毋是求家己荣耀，嘛毋是求家己的利益。亲像约雅敬对待乌利亚同款，拢是用阴谋、用假消息、用假见证来陷害伊一样。犹太人嘛同款用安尼假的信息来攻击耶稣基督。因对因讲这圣经的记载，犹太人的领袖问耶稣：阮讲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有鬼附身，敢讲有讲毋对吗？耶稣基督就回答因：我并无有鬼附身，我尊敬我的爸，恁却侮辱我。我无求家己的荣耀，但是有一位替我找求，并且主持公义的，我心中甲你讲，遵守我教导的人一定永远袂死。但是虽然耶稣基督安尼来甲因回答，但是却无路用啦。毋是耶稣基督的回答有问题，是因为因遐个人的心态有问题。因又搁回答耶稣安尼讲：现在阮搁较确实，你互有鬼来附身，后壁来汉死啊！
先知也死啊！你却讲，阮遵守教导的人一定永远袂死。你敢讲你比阮的祖先亚伯拉罕较伟大吗？亚伯拉罕死啊，先知嘛死啊！你将家己当作什么人呢？耶稣基督一再强调，家己毋是为着家己的荣耀，乃是为着上帝来做。所以耶稣基督佮继续安尼讲：如果我荣耀家己，我的荣耀就无有任何的价值。迄位荣耀我的是我的老爸，就是恁所讲恁的上帝迄一位。恁将来毋捌伊，我却捌伊。如果我讲我毋捌伊，我就甲恁同款是白贼啊！可是我捌伊，并且遵守伊的教导。恁的祖先亚伯拉罕捌欢欢喜喜望我来的日子，一日看到伊就非常的欢喜。这是基督徒信仰的生命的态度，一切拢是为着上帝，一切拢无追求家己的利益，拢是为着主来尽力。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，上主啊，我靠你做我的保护，求你互我永远袂失败见效。你是公义的上帝。求你解救我，求你按耳孔听我，赶紧来救我，互我坚固，做我坚固的石盘，做堡垒来拯救我。你是我的山岩，我的堡垒。求你照你的名来带我，引带我。人暗中设罗网要网我，求你救我脱离。因为你是我的堡垒，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，上主信实的上帝啊，你会救赎我。我的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困逼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，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学习保罗的心志，跟对耶稣基督的脚迹，无求家己的荣耀，但求归荣耀予主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